suka Korawawa. 你们两个小声一点，有人在考试。 Pinag-urmami ni Awawa. Mapanak ni Pajak kaku. Mapanak masagkaro kaku. Mapanak ni suka kaku. Ano masaksak na oras? Mga ay bawahan na bumo sa singara. Ano masaksak oras? Mga ay tara irutok kaku. 你现在基本过了嘛都阿你的塞，页数都要对到。你要基本过了嘛伊那呀，在哪里了？跟我讲。基本过了娃那个娃，鞭子给我，这两个你听。嘛有啦嘛不点紧啦，嘛有啦嘛不点紧啦，哪里嘛有啦是嘛啥在？东西紧啦，一直在啊，菩萨，你要当他的审判官啊，你也要念吗？你要先听给他念吗？嘛有啦嘛啥东西紧啦，不是古尼，是到底是谁在教谁啊？啊，我那弄，来，你再教哥哥对吧？啊，你现在给我，来，我直接给你们跳一下，动作太慢了啊。来，念这个疑问句跟那个亲属，你念给哥哥听。那这里第三点，因为我们这里念过。门，哇，好棒哎！鸡妈是谁？我跟你说，没那么简单哦。他要去看牙齿是吗8点。哦，8点。是我们可以先照相。已经在开了，已经在开了。好，啊，好，有饭吃就拿过来吃。您啊，多少人？自己去用。好，你赶快去拿。好，那现在什么地方？好，一猪啊？哪里？念完了没有？阿努哈古啊，阿努哈古啊。好，你赶快去吃饭，不要你要弄牙齿还要刷牙呢。他是牙齿怎么了？他说牙齿很痛，还有牙齿在痛，有这种。后面不晓得啊，他可能是牙炎。应该是牙龈。不要注意妈妈。没关系，这个不是你在讲，这个是医生在快讲。哎，认真练习。好，等一下请去教你，来，你给我过来，啊，换你了。等一下请去教你。我没有挑。好，来，你要考500分哈，我给你5次，你给我考500分了哈。啊，一次100分，5次500分，是哪有那么便宜的？啊，哎，这个风不能直接吹，给它转好不好？我自己拿走没关系，一样。好，是压下去就好了。压360度。为什么好像对大家都没有关系？伊拉在阿布西，